大家好，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自2008年西藏境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活动后呢，至今已有132位藏人同胞在不伤害他人的原则下，以采取舍身取义的自焚方式，向全球最大的独裁政权中共政府表达内心的诉求。然而，中共政府不仅不理会藏人民众们的这个心愿，反而变本加厉地采取高压统治政策，使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和局势不断的恶化。与此同时，当局还利用各种国际平台向国内和国外的民众歪曲宣传和指责所谓达赖集团和境外藏人为争取西藏独立煽动和策划自焚。对此呢，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一直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国际独立调查人士进入西藏调查自焚事件，同时也在欧洲和北美以及台湾等地区设立了华人事务机构和联络官，向华人和各国的世界民众澄清事实真相，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和隔阂。对此呢，在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中呢，本台就邀请到了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的负责人，前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秘书长索兰多吉先生，与我们分享他的工作经验和同当地的台湾及华人民众之间对西藏问题的交流成果。索兰多先生您好。你好，主持人。谢谢。首先呢，非常感谢索兰多吉先生能够百忙之中抽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我很荣幸。索兰多先生，据我所知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也就是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是于1998年4月16号在台湾台北市成立的。那么请问索兰多吉先生，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担任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的秘书长呢？我是2002年8月底接这个工作，然后一直到就是今年的9月底，总共12年多了。谢谢。那同时也介绍一下您在这期间的一些工作情况。就刚刚您所提到的那个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是在台湾登记立案的一个基金会的名义登记立案。其实就是跟世界各国一样，它是一个藏人行政中央的一个代表处。那这个代表处的平常的工作主要有3大，一个是跟台湾政府和国会议员的那个联系和互动，那另外一个是台湾的民众和民间组织的互动。那第3个是在台湾也有一些西藏人，还有大概100多个藏传佛教中心跟他们的互动，就主要这3个方向就基金会的工作就这样推动的。谢谢。那么您个人认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成立至今无论是在人文交流还是在推广西藏议题的活动中，都取到了怎样的成果呢？我刚刚接秘书长的时候，因为已经在那边我们前任的他们的第1位代表还有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已经那边铺好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那我们去接的时候，只是就是原来的那些工作继续接之外，就没有多大的困难，因为他们跟已经政府的那个关系的也非常的那个很好。那民众那些，那我在那边主要是我的工作是，因为上面有代表，那代表有什么指示，我主要是以代表的指示我去执行。然后有一些台湾民众的一些心愿呀，或者什么样的，我要就上报，然后就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大部分我的工作接触是台湾人，就台湾的政府、台湾的国会、台湾的民间，以中文写的这些方面去做我的工作。那您在这段时间在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工作的这段时间，同当地的台湾民众进行交流互动中，您认为当地的就是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台湾学生，对这个西藏问题的这个关注程度已经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呢？我刚去接工作的时候，很多台湾的民众也好，这些都比较在宗教方面，
他们都是学佛法，也就是藏传佛法或者学藏这个。比较少关心西藏的人权状况，或者甚至西藏境内的，把这些他们列为是政治。他们是说我们对西藏的政治没有兴趣，我们是学西藏的宗教文化，就这样慢慢的过程当中，特别是2008年西藏境内外发生了这么多的抗议的行动以后，然后台湾人民也苏醒了这些以前跟宗教和政治分开的。那因为西藏人抗议是为了西藏的宗教自由，让达赖喇嘛回家，这样一些心愿，他们因为在台湾的媒体是开放的、自由的，他们都可以有收到这些消息，他们知道以后，他们把原来的观念慢慢改变成为跟西藏人跟政治和宗教是不能分开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也慢慢也开始关心西藏的人权状况、西藏境内的状况，他们也慢慢开始在关心和这方面举办一些更多的一些活动。那年轻的方面，主要台湾的年轻人以前是对政治或者这些都没有什么兴趣，他们的在平常生活当中，他们的爱好都是娱乐性的。任何台湾的艺人还好，或者日本、韩国那些的艺人来的话，他们都会去参加。以后社会上的那些这些弱势族群的活动方面，年轻人参与的非常非常少。那后来慢慢两岸的关系接触的过程当中，也慢慢大陆对台湾人的没有很好的他们对台湾没有释放出很好的那些待遇，或者慢慢台湾这边影响的时候，台湾的年轻人也开始对这方面已经有开始关注，而且对西藏方面也有，他们就已经开始关注和关心，然后也成立了一些学生会组织这些，所以现在台湾境内也慢慢开始已经对西藏的人权也好，西藏境内，特别是2009年到现在自焚的事件当中，他们非常非常的关心。那随着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包括知识分子和民运人士，都支持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这个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表示藏人应该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但也有不少的华人表示，认为藏人不应该争取西藏的历史独立地位。那么，请问针对这一问题，您是怎么看待的呢？对，确实是有这样的。因为达赖喇嘛提倡的中间道路，也就是互利的，就是对西藏人就不寻求西藏独立，因为这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体制内名副其实的自治。就这样的话，既中国可以目前中国政府管理西藏的，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继续在这个宪法的框架内，但是不是现在这种名义上的自治区，而是就是名副其实的自治，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一个互利的双赢的一个政策。那很多中国大陆或者民运人士都很支持这方面，但是也有少数的华人，包括曹长青为代表的，他们是说历史上是西藏是独立的地位，可以西藏人有权利争取西藏独立。那这样的话，我个人认为，因为目前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可以说服很多中国大陆的民众。既一直在中国大陆宣称的什么达赖喇嘛什么分类主义，类似这种歪曲的这些不影响大中国人他们大中国的思想，西藏可以保持在中国的版图之下，然后也有西藏名副其实自治的时候，我们
达赖喇嘛所提倡的这个很多那个学者认为达赖喇嘛这个中间道路是一个伟大的、很有远见的一个道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走中间道路的话，可以中国大陆人民也可以接受，国际上很多团体也可以比较容易支持西藏。所以我觉得中间道路是一个到目前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好的一个途径。谢谢。那么最后，我还想请问索纳多吉先生，您希望通过今天这次交流平台，向中国境内的民众以及西藏境内的藏人民众这些同胞，想通过这个平台想说些什么？那我也今天带了一本小册子，这个就是你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中国大陆官方一直歪曲说达赖喇嘛是一个分裂分子，类似这种。因为藏人行政中央以及在达赖喇嘛对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很远见的那个中间道路，这个道路已经现在慢慢很多我们前面所谈的名誉人士也好，很多平常关系和支持的那些华人都知道，但是很多一般的民众，特别是大陆的民众，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所以我们特别就汇编了达赖喇嘛与华人对谈的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针对是达赖喇嘛跟华人对谈的，包括达赖喇嘛跟中国大陆的华人那个网络上互动的，然后大陆人民中国的媒体采访达赖喇嘛的，像这些都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就是现在藏人行政中央不寻求西藏独立，就是跟中国在不久的就是跟中国政府和在接触，然后解决西藏问题，就用以中间道路为主解决西藏道路。我想这个就应该大陆人民也好，西藏境内的人也好，应该要知道，现在藏人行政中央和达赖喇嘛的走的那个解决西藏问题的是中间道路，我想应该这样一个想法了。好，谢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慈人，我们在下期节目中再会。这是迪雷，大家再见呢。